议员这两届的市政总质询，首先以市府的路施落跪涂骹，并且表示市长毋是歹人，只是魄力无够。随后并且公布一段录音，表示市府无愿意搁再将资金投入去大菜市，主要原因是因为大菜市客无票。我开个钱啊，你讲讲无报票，那是做啦。譬如啊，是讲啦，那5000万分做10个市场，一个500万，一个市场就当换着50票。这条跟你有关系哦，是你交代伊安尼讲，甲建设去换选票，行情无中立，这就相当严重啦。我嘛无用阮这个代志啦。你无用阮这个代志了，所以你即马来讲，你无交代。建设爱做了好。这是自然认同，毋是讲建设去换选票。哦，所以你认为伊安尼是毋是有行政中立的问题？你看爱听全部伊的用意是讲安怎啊，但是头仔听你放迄段吼，我是感觉讲爱有思考的空间啦。有思考的空间，你搁咧探讨伊就对，你就是无够魄力嘛。哦，啊，对啦，我做市长，我甲你讲啦，我就甲停职，等待调查。就因为牵涉选票，议员认为警察局严重的违反行政中立，建议市长应该将局长停职来接受调查。啊，所以市长，我真严肃甲议员报告。我是讲你的态度我任何啊调查，你变哪调查啦？就正方啊。正方，咱无。伊坐伫迄个位，你毋免调查啦。你要叫伊请假无啦？停职啦，先停职来调查啦。无我甲你讲啊，停职调查啦。若无哦。后壁代志会真多，啊！这停职就遐空芳就对啦，就会升停啦。我甲你讲，秘书长你嘛是较早做过即块嘛，啊无嘛，啊佫有副局长嘛，紧张啥？工课袂慢，会较紧袂较慢。尤其你的7股工业区，我甲你保证会较紧袂较慢。哦，你若无甲停职调查就对啦，你要叫谁去调查？你就无才调查啦，莫讲我也无才调查啦。政府是免哪家调查啦。除了大菜市一案，另外这两届嘛已经发局长家己有厝来租予别人，却住伫咧市府的宿舍，是毋是涉嫌盗利？伊家己有厝，伊来家己的厝租人啊。哦，啊，就叫市府就家己来签办这个宿舍。报告议员，我是110年才买房子，我跟你讲，而且现在房子还在装修中，根本没有出租的事实。讲你是安那签字啊？我讲是毋是妇女CD？你讲嘿，吼，妇女 DC 内底你我咱有足侪朋友拢住伫遐，管理费送咧纳的。哦，你讲恁太太无含你住？现在管理费是我自己缴的。我跟你讲，财甲色，市长，用人是安尼嘛？插公众事务，财甲色这两项，爱列为第一可晓的要件。对大菜市、房舍，甚至7股工业区的开发、正电、甲污水处理等问题，这两届首长收集至少5-6件，拢是甲警察局有关系。对此要求市府政风处一定要好好调查。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。